在中安国小太古队震撼的国乐社当中，为动土仪式加开序幕。安南区中安里活动中心因为老旧而且无符合内政需求，市府决定拆除重建。主持动土仪式的市长韦特表示，自2004动活以来，已经兴建41座活动中心，目前还有未少活动中心陆续伫咧兴建以及整修当中。以新旧有才求好为目标，希望让每一个里拢有活动中心会当使用。我过去4冬来，台南市我已经去41间活动中心啊，即马海南里也咧去，即马咱遮要动土，还有海淀还是原店，即马咧做电梯，还有东河里现在在设计，咱新的活动中心一间一间来去啊，但是就是讲咱先求有再求好。希望讲有每一个里，还是一个社区，拢有一个活动中心，安尼互大家会当好好活动。这是咱安南区的盛事，嘛是咱安南区欢喜的代志。所以日头虽然有较严啦但是咱的热情搁较旺大，讲对唔对？对唔对？所以咱希望大家做伙监督，甲咱这间活动中心起好，起好顺势，咱未来就有一个搁较好的活动。无论是办桌，也是咱伫遮跳舞学习，拢是一个上赞的空间。中安里活动中心拆除重建工程，总工程经费3884万，由内政部前瞻计划补助500万，民政局自筹3384万办理兴建。但受到原物料起价、人力底欠等因素影响，历经10届流标，最后才排除万难顺利发包。该工程预计伫咧113年6月底完工，届时会造予社区民众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。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